ngi ki khasa de go ngi te sungi de tang go la so ani ngi de tang ya de phage no la nga chu WeChat na ta thashi ta da ine nga WeChat na Facebook na tang thu mi du kon da ani sas ka sa so go nge yen ani nga la WhatsApp number tang ru chi ngi WhatsApp na lo ta ko WhatsApp ya WhatsApp na lo tang thu do ni WhatsApp na lo tang ko la gi la so ta ni tri de thambo ki lon se thambo sarwa ta de thambo ki lon se ni pa tu ki da nga zo 课堂用语课堂用语课堂了是那自家了必须当那就过自家课堂用了是那必须当玩哇语了是那给家课堂用语了是那自家能给必须当给给家了的课堂用语我能进来吗我能进来吗我能了是那我有出个这边了是进来了是哪里要来不哇妈了是那去哇我能进来吗了是那我能了来那这个这边了是我能进来吗我能了来那这个这边了是他请进请进请进了是那也配的了我说请进也配的请进第几了请坐请坐了是那输的了我就对的了要输的嘛输的请坐上课时间到了上课时间到了上课了是那知道错吧的哇时间了是那底层到了是那来吧上课时间到了是那知道错呀底层来说了我说上课时间到了打开书打开书翻到第20页打开书了是那得开始了打开书书了得了打开了是那开始了书了是那得 book 呀我得lo得呀打开书了是那lo得开始了翻到了是那真起了我就得阿鲁几个的阿鲁有了得我就得说装他不lo是你把了盘的如果啊得了翻到第20了是那第20了是那你输入啊页了是那说装了说装 page 那边啊得开始了是的得说装开始了就给了是那20说装你输了你真起了的话就得开始了我就是课前我要点名课前我要点名课了是那老菜了啊钱了是那捏了对了课前了是那自家给捏了了自家捏了我要了是那我给吧我要 I need 说点名了是那米托罗吧点名米托罗吧别让我自家弄就这个是这些做嘛没多了人啊就米点给到给了就点了点名了他课前我要点名了是那他可能自家把错捏了你给米托罗给了我就说他常给约了是那到了这个约当我就得约了呀到了呀我就别那这些了是那到我约着呀我没那到嘛呢我在了呢这个我约了这不是当那这个每个人都拿到材料了吗每个人了是那他 everyone 没操嘛了过没得我人了啦每个人都了是那操嘛了哇拿到了是那连吧拿了是连吧啦到了是那就吧材料了是那个就给了的就给这个错的个是了像修个这个修个白白鸡你送的做了材料了嘛了是那啥说呗那没操嘛给修啥说呗了材料每个人都拿到材料了吗不是他第几了看下有不同意见吗有了是那约吧了不同了是那几把没吧
意见了是三恰楼了，就三恰预备了，马照于三恰预备了，有不同意见吗？你们跟上我讲的了吗？你们跟上我讲的了吗？你们了是那强错了，跟上了是那记了心吧，跟上。我了是那个哇，讲的了是那写吧的，但是我们的写吧，我们送吧哇，妈了是那球啊。你们跟上我讲的吗？这了是你给写的，强是记了心数呗，了不是当过来。你们跟上我讲的了吗？来去了。我讲明白了吗？我讲明白了吗？我了是那个哇，讲了是那些吧，说的几把嘞。明白了是那我出吧哇，好过我哇。明白了吗？了是那。我讲明白了吗？了是你写的，我出是呗。我们那你写的怎么恰是呗？不是，我讲明白了吗？他第几了？你能再说一遍吗？你能再说一遍吗？你能了是呢？Could you like it 啦？像用了这个了呗。再说一遍，再了是呢？人家了跟我说。说一遍了是那天气，妈了是那提沃哇，人家天没记送那这个是别了是，你能再说一遍？你能再说一遍吗？了是那，就让给人家记送那这个是别了是。再记了，有什么问题吗？有什么问题吗？有了是那有把的哇，什么了是那可热，what 哇？问题了是那题啊，妈了是那题啊，有什么问题吗？了是那题啊，可以呗，是吧？有什么问题吗？今天就讲到这里，今天就讲到这里，今天了是那题是吧？讲就了是那题是吧？讲了是那些吧，到这里了是那堂上小我了的。这里我就写的堂上小我来着，我就乱写这个是，这里给乱写堂上小我来着呀，我就是必须打开这个。今天就讲到这里。我请在离开前将论文交上。请在离开前将论文交上，但这了大别呢？对吧？请在离开前，那是那请那是那当个注意啊，对了咯，可是他写上了咯，他请离开前了是呢，离开了是那卡条了，离开前了是呢，看嘛这个念了了，马上给念了，将交上了是呢也这吧。当我做论文了是那么现在 thesis 了过 thesis 了我就结账了结账那他dit了我就给学过的时候过给了的时什么了这学过嘛这学过也去住的我的了过但看了强说马上给你了学过的时候也结束了请在离开前将论文交上我的了你人家看里去了是吧课堂用语，我能进来吗？我能进来吗？请进，请坐，上课时间到了，打开书，翻到第20页。课前我要点名，到。每个人都拿到材料了吗？有不同意见吗？
你们跟上我讲的了吗？你们跟上我讲的了吗？我讲明白了吗？我讲明白了吗？你能再说一遍吗？你能再说一遍吗？有什么问题吗？有什么问题吗？今天就讲到这里，今天就讲到这里。请在离开前将论文交上。请在离开前将论文交上。当然了，Facebook 呢，我点图了7位没被呢 YouTube 呢打入去 YouTube 呢了，第7位用啥哇？我听不起来，当个做论测你把论测当论点当不起，论测你把当然查说，拉说你怎么这些的嘞？